好，你好，我们要办理结婚登记。前几天我们有先打电话预约，我哋要辦理結婚登記。前幾日呢，我哋有先打電話來預約。我哋要辦理結婚登記。前幾日呢，我哋有先打電話來預約。啊，恭喜你們，2位應該都滿20歲了吧？哦，恭喜你哋哦，應該都滿20歲吼。哦，恭喜你哋哦，應該都滿20歲吼。2位一起來登記，祝福你們雙雙對對，萬年富貴。2位共下來登記哦，真嘅係雙雙對對，萬年富貴哦。2位共下來登記哦，真嘅係雙雙對對，萬年富貴哦。謝謝你哦，也祝你們步步高升，百福千祥哦。安子說，沒中到，步步高升，百福千祥哦。安子說，沒中到，步步高升，百福千祥哦。謝謝你，有準備結婚書約和身份證、戶口名簿嗎？安子說，嘅結婚書要留身份證同戶口名簿有正批麼？安子說，嘅結婚書要留身份證同戶口名簿有正批麼？在這裡，這邊是俊宏的爸爸和媽媽在證人欄的簽名。第二片，要為係準份嘅阿爸阿妹喺證人欄嘅簽名。好。第二片，要為係準份嘅阿爸阿妹喺證人欄嘅簽名。好，要跟你們確認，這都是他們本人親簽的，對嗎？是的。我同你問清楚，一定係佢哋本人親自簽的，錯嗎？係呀。我同你問清楚，一定係佢哋本人親自簽的，錯嗎？係呀。還有2位的照片，我看一下。還有你兩三個相片，我看一下。還有你兩三個相片，我看一下。這照片好像太小了耶，需要專業證件照那種哦，要直4.5公分，橫3.5公分的，要相片當中特色哦，需要專業證件照嗰種哦，要直4.5公分，橫3.5公分嘅，要相片當中特色哦，需要專業證件照嗰種哦，要直4.5公分，橫3.5公分嘅。就跟你說不行吧，你還不相信，哼！那該怎麼辦呢？就同講做唔得好，唔信，哼！佢樣嘅神哦。就同講做唔得好，唔信，哼！佢樣嘅神哦。別擔心，那邊就有一台快照機器，你去照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唔是說，這邊就有一台快翕機器，你去翕一下，當架就好。唔是說，這邊就有一台快翕機器，你去翕一下，當架就好。但要注意上面的說明哦，額頭到下巴，你照着使用說明做就對了。不過要注意當個嘅說明哦，額頭到下眼，唔照等使用說明做就錯嘅。不過要注意當個嘅說明哦，額頭到下眼，唔照等使用說明做就錯嘅。我跟你去，免得又拍錯了。我同意，冇有嘢唔錯嘅。我同意，冇有嘢唔錯嘅。相片拍好了嗎？相片翕後嘛，相片翕後嘛。好了，請你看一下。後來這樣可以嗨，後來這樣可以嗨。這樣可以了。好，按樣就做的嘞。好，按樣就做的嘞。這裡有2位的資料，還有2位證人簽名。鴉片有2位嘅資料，還有2位證人嘅簽名。鴉片有2位嘅資料，還有2位證人嘅簽名。結婚日期是今天，請2位在這邊簽名，電話也要填上去。結婚日期係今晡日，請2位的鴉位簽名，填法沒有寫落去哦。結婚日期係今晡日，請2位的鴉位簽名，填法沒有寫落去哦。戶口名簿加上更換身份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張，總計規費是230元。戶口名簿加完身份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張，規費總共係230個元。戶口名簿加完身份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張，
贵妃总共是230个元。请稍等一下，请等一下哦，请等一下哦。谢谢你，安子 C， 安子 C。